何文田鐵路站又名何文田室內遠足步行徑，有562級樓梯，多過天壇大佛。仲名何文田室內田徑練習場，有可以變身跳遠練習器嘅扶手電梯。讀者 Irene 尋朝8點9喺何文田站搭扶手電梯向上，聽到嘭一聲，擰轉頭見到個男人撲出電梯，差啲撲低啊！見到有啲廁所炒起咗，碎片飛晒喺電梯面，好彩冇途人，所以冇受傷咋。想話影低佢，職員就殺出嚟。小姐唔影得相噶，唔好影啦，小姐呢度唔准影相噶。Irene 大聲問點解唔影得，職員先冇再阻佢咋。港鐵話現場揾到粒唔屬於電梯嘅螺絲，相信係佢整着咗安全保護裝置，整停電梯。毛姨姨都話好誇張，新嘢都咁甩皮甩骨，好嚇人啊！逼你行樓梯啊，夠絕啦！係咯，咪就係咯，咁你咪搭巴士咯。比預期用多咗9日喎。即係我講日常，你唔好坐港鐵啦。